心地都唔差嘅，其實身材唔好唔緊要咯。我唔會同人比。我扮到好靚嘅時候，我想撞返以前男朋友或者係情敵。你唔好逼我咯，返工啫嘛，又唔係做乜。女人係好矛盾嘅。如果有人愛我，佢應該愛埋我缺點咯。愛自己都應該愛埋自己缺點咯。我中意做返自己。真的女人，真的首飾，鎮金店。太陽眼鏡、電鬚刨、雙人關島4天遊，甚至係名貴手錶。軒尼詩 VSOP 佳節禮上禮，絕對人人有禮。我嚟到加拿大先至可以真正唞翻下，不過呢度天氣乾燥，喉嚨好嚴妥，所以我一定食住京都念慈庵川貝枇杷膏。Hello， 嘟嘟 ，Hello， 食件啦。有念慈庵唔使怕喉嚨痛㗎。梗係啦，佢係用珍貴中藥同埋純正蜂蜜煉製，天然有益。BBQ完，我啲朋友都係食佢㗎。京都念慈庵川貝枇杷膏，時時咁啱你，處處受歡迎。女人抗衰老要維他命 E， 行政人員需要適量維他命 C， 老人家要鈣同維他命 D。為不同人士度身保健 ，Doctor's Choice 醫之選提供30款綜合維他命。邊款啱你啊？嬌爽蝶安護俾你加倍保護。我初時點都唔信嘅。蝶安護除咗迅速吸收、即時鎖住大量液體之外，仲獨有蝴蝶形設計，前後左右都加倍保護。我就算係頭嗰2日都係用佢嘅。蝶安護加倍保護，強生護你健康，俾你信心。地板污糟，腳板又投訴，用愛惜潔即刻除即殺菌，仲好清香添。愛惜潔乾淨衛生，睇到又聞到。用碧麗珠一噴一抹，家私就回復光澤，時刻立立令。經常碧麗珠，家私靚啲又襟啲。美國莊臣。大自然充滿神采，間有無限嘅滋潤灌溉。妮維雅潤膚乳液，性質細緻，能迅速滋潤，有效呵護長達12小時，呵護肌膚柔滑如絲。妮維雅潤膚乳液。由林錦棠、梅雪仙領導嘅慶鳳鳴劇團，由12月6至12日打新光戲院公演新編名劇《李仙傳》及多情紅粉布衣郎等多套劇目，門券定11月16日公開發售。家寶牛肉乾好食又好嚼，家寶鬆肉條好食又好嚼，家寶豬肉脯好食又好嚼，越嚼好味啊！家寶牛肉乾、鬆肉條、豬肉脯，製法獨特，香味濃郁，係你消閒嘅自介拍檔。嚟到亞洲，我覺得好親切，啲人零舍支持我，所以我要表現得更好。練習時流汗少啲 ，no way。經常俾人睇住，有頭皮 ，no way。我淨係信佢，落卸妝 rejoice 咯，只有佢令我嘅頭髮更柔順。仲冇頭皮，表現梗係至 top 啦。張德培信賴 Rejoice， 頭髮更柔順。頭皮 ？No way。P&G 優質產品。佢哋踩得好快㗎，不過開心得嚟最緊要安全。我一定要佢哋戴頭盔㗎。個個細路仔都中意睇電視㗎啦，我會揀啲內容啱嘅節目俾佢哋睇。朱古力，我而家會俾佢哋食 Kinder， 因為 Kinder 朱古力裡面有豐富牛奶，外面又有香滑嘅朱古力，牛奶多好多，更啱佢哋。每包100克裝 Kinder 朱古力都含有一杯純正牛奶，牛奶多好多，我放心好多。Kinder 朱古力牛奶成分特別多，令媽咪放心。市民如果想查詢有關政府部門嘅運作、各項申請手續、宣誓服務、政府職位空缺、免費法律指導或者租務主任計劃嘅問題，可以直接前往各區政務處嘅諮詢服務中心，亦可致電2835-2500查詢。無線電視翡翠台。另外，明
明珠台都好戲睇嘅，就係9點半咧會播映嘅就係大韓航空嘅周五影院《茱莉亞羅拔斯驚情集》嘅上半里左右啊！我哋仲揾過其中2人添，佢哋一啲都冇諗過自己會得0票，相反仲信心十足，坐定粒6。無論係搏殺時候，定係已經名成利就。謝霆鋒